分手的时候，谁也难以开口。到底这是谁造成的错？有谁能够告诉我？为爱付出一切，为继续深爱的，如今落得一切都成空。难道就这样走，也有一则挽留？为了情，为了你，我该如何？到了分手的时候，谁也难以开口。到底这是谁造成的错？有谁能够告诉我？为爱付出一切，倾其深爱过，如今落得一切都成空。难道就这样走，偏有一则挽留？为了情，为了你，我该如何？到了分手的时候，谁也难以开口。到底这是谁造成的错？有谁能够